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一字就是“假”。假就有讲的意思，形容讲亲像是抓旋这个动作，或者是亲像这款的方式来发动的物件。像咱讲假肉、假果汁、假铁门、假螺丝，还佫有锁啊烧假。另外，这个“假”嘛会当代表代志结做一伙，像咱讲代志假做伙。啊，若巴肚疼，咱讲是肠仔里咧滚假。假嘛会当当做是钱财方面增加，像咱讲钱加钱、假利息，还佫有两光风。古早讲是假利啊风、假利啊酸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假肉，代表讲甲肉假互喙。一般伫咧猪肉摊，常常听到头家安尼讲。第二个词是螺丝假，咱先讲假螺丝，嘛有人讲是纯螺丝，就是甲螺丝假互盐。啊，若是放互零，一般是讲放螺丝。假螺丝的家私就是螺丝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猪肉台假肉机歹去，头家家己拿螺丝假来修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